有一寡男性诶，平常时啊人好好啊，一听到要做兵啊，伊就身体无爽快，这个坑啊可能真大坑。内政部长刘世峰今仔日伫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就讲啊，平均啊每一届入伍进前就16趴的人免做兵，韩国敢若4趴啊，这比起来，咱台湾查甫人是破病假啊吗？还是拢真够演戏呢？实在真见笑。所以以后做兵体检爱配合健保的记录，严格来执行咯。本来4个月。你都不爱去做兵，即马一当啊嘛不爱做兵，我感觉无意思啦。内政部长刘世峰为是讲甲真无奈，因为即摆台湾的演艺界一直爆发着闪兵案，涉嫌伪造医疗证明或者是体检的结果来闪做兵。他平常身体非常健康，那为什么要到服兵役的时候突然身体就有状况哈？那这个部分我们漏洞要来处理哦。那现在也朝着这个机制在发展。我们内政部应该建立一个健保资料跟体位审查系统的一个串联机制，那由卫福部、国防部大家共同审查。内政部今年5月就协同国防部启动修法，未来先做体检将会结合健保就医的记录双向比对，严格确认体位的判定敢无符合免做兵的标准，按算伫每年4月实施。是讲，若是 BMI 超过35，或者是无够15，身高155公分，伫台湾都会当判免做兵。所以112年全体役男免役率达到16%，是讲韩国的标准，就算 BMI 超过40，或者是无够15，也是爱做替代役。甚至身高爱无够140公分，才会当免做兵。所以免疫率敢若5%尔。你如果对照我们现在全台湾的这个健保，其实我们台湾的役男不可能免疫率高达16%。那这个修正的部分会参考我们邻近的亚洲国家，把体位的标准跟所谓的这个查核的严谨度，那似乎呢有点搞混了。人家韩国它之所以这个比率这么低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对他们所提出的标准，它严查。闪兵案继续探讨，越南体位的区分标准也引发着调研论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